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教育部的拢读稿115年度的国小组。我淡薄时间，我来甲迄个连结分享一下，等我一下。教育部的拢读稿，当然伫迄个 YouTube 顶悬，我哪有开迄个直播，所以可能嘛使讲参观，我直就是看你要安怎去找遐资料，拢是 OK 啦。好，试完来啊，讲听。我看可能是安尼吧，有当初迄个可能我的网络也是安怎，无讲解即顿遮迄个 Fullhouse 即搭遮就提供一寡连结，伊即马敢若超过3条连结都无我看，敢若是安尼，所以迄个是115年度庄仔文博士伊敢若迄个伊去甲伊注记迄个啥变调，还是迄个分调，就讲调符啦，因为大部分8-9成以上，该安怎读念，该安怎变调，迄大概拢无啥物问题。8-9成以上，大概无到1成，就是伊有一寡各地方腔口变调的争差，搁有每一句有一寡话句是读的人伊有心肝底重点，伫咧无更改作者的意思的前提之下，有当阵伊可能会使安尼变调，嘛会使另外一种变调。所以我就讲原则上，大概8-9成要安怎读念的变调。当然地方腔口啥迄常在无话讲，本正就是只要你原底的腔口，迄无问题。有一寡词就是，我就讲重点伫对，你读的重点是啥？你感觉是这字还是迄字？迄个重点无共的时阵，你的变调就无共款。偷摕到底是偷还是摕？所以类似这种的啦。当然伊这个字词，偷摕安怎念拢是偷摕。所以就类似这种，伊这算较幼咯，毋过平常时讲话，你无一定有遮尔幼，毋过总是伫咧台语的情境语境内底，就是有这种争差，就是会有这种争差。所以庄仔文博士伊咧画迄个顺的时阵，伊嘛有讲，就讲，伊是照伊家己的腔口去做变调。每一个会晓讲台语的人，你会使照你家己的腔口去变调，这无啥物问题，我讲啥物要连结？因为迄个啥，我就讲即个网络顶悬资料不了济，争差是讲你敢知通去甲找出来，敢知通去甲找出来，所以我打一个即个做教育部迄个，咱来学台语的一寡网络顶悬的字，伊敢若伊嘛印象中有文本，搁有声音，所以教育部毕竟是官方，伊为着安怎讲信息的正确性。当然有当阵无小心写毋着去，迄嘛算拄好尔，对无？因的中语讲的嘛，吃烧饼哪有不掉芝麻的？甚至讲倒头呀，颠倒头讲的嘛，吃芝麻哪有不掉烧饼的？迄就是敢若迄个啥，古早时代讲，毋捌食过猪肉嘛，爱看过猪行路。即马是爱讲毋捌看过猪行路嘛，爱食过猪肉。所以时代颠倒变，嘛是讲变化。这强在语言是活的啦，空气在人激啦，看你安怎去讲嘛正常的话是一句话就袂晓讲嘛，毋过即马要强调，迄个袂晓讲话程度，所以一句讲就袂晓话安尼。所以这是
台语话条甲台语趣味的所在啊，只是过去一直去用那讲打压，啊个一直到当因遐人个会傻了袂讲，就是迄个结果是啥？迄个结果就是白白布黏甲乌啦，吼，迄个结果就是白白布黏甲乌。啊，当然迄个过程就是敢若1990年代当时吧，就是各位朋友可能捌听到过，就是讲，迄报纸喺倒头看，你知无啊？倒头看毋是讲读反字啦，就是讲伊写乌的，你会甲看做白啦，你也看会出迄是白啦。伊虽然讲是写乌的啦，但过你着爱知影讲，迄个部分是白啦。啊，你知影？迄个做倒头看，毋是咱两个坐相对象。啊，你咧读报纸，我伫你对面伫咧读迄个报纸出来，毋是咧倒头看。当然，你若咧理解，我嘛无度讲袂使啦。哦，所以这本正就是一个语言，伊有伊活跳，啊，搁伊趣味的所在吧。今仔较晚开始一撮，所以就直接时间也到，咱就来读了。哦，所以玉林来啊，康妮嘛来啊，吼，我听。哦，Sunny嘛有来，吼啊，志源你着讲参考，然后有呐，快递，国小组的，我是感觉较简单，因为我坦白讲，迄个国小组是国小的，所以进入就是讲，打了话，迄小朋友囡仔兄你爱读到超几十岁，国考啊5、6年啊，伊才有才调讲，要安怎去读念，甚至要去写，迄其实含人喺外国26个字要学咧，7、8岁啊，就听到家己去找册来增加家己的知识啊。啊，咱遮当然用迄个注音符号，伊就嘛是爱足开时间的啊，至少3、4年啊吧。啊，所以当然一开始的时阵，你啥物拢袂晓，就是看绘本嘛，全图无字嘛，啊字才豆增加嘛。所以这种汉字的语言。本正就输人一开啊，所以日本人看到台湾人咧讲，哦，恁哪遮厉害？伊当然是用中国话讲，还是日本话讲？哦，你遮厉害，规本拢汉字，你看有哦。哦，所以就是无共语言迄个精彩呢。好来，咱就直接来读这个国小组第3篇。啊，国小组第3篇，我看几段？1、2、3、4、5、6、7、8段。好啦，反正讲读1、2段应该 OK 啦吼。啊，可能我就当做你无兴趣读，啊，过你若随时有听到什么字词，还是要甲大家分享交流，免客气啦吼。我哋麦克开着就听我讲。咱就暂时先，我可能读2段，了后玉林嘛读2段，然后3年读2段，志源有呐，我应该7、8段啦吼，有呐阿尾读安尼。啊，反正当轮到你若形容一时之间无方便嘛，无要紧啦。反正我就讲嘛，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好来，115年度，今年度上新的哦。115年度朗读国小组的第3篇，阿嬷的查某囝陈雅晶。阿嬷这世人上大的遗憾，就是无生查某囝。虽然伊嘴里定来讲，查甫拢共款，毋过我不时就听到伊甲阿母讲，恁阿爸真好命，饲恁3个查某囝。我是阿嬷带大汉，6岁进前拢咧读阿嬷幼稚，阿嬷华语讲袂认得。伊就教我讲台湾台语，所以认真讲起来，台湾台语是我头一个学到的语言。阿嬷甲我笑命命，伊卡袂着就甲朋友评讲，即个糖柑仔是要请我食大饼的呢。阿母拢笑讲，袂输我才是阿嬷的查某囝。好来，有另外你。哎呦喂呀！谢你。等我一下。无问题，安心自在。若讲着阮阿嬷，伊做查某囡仔时，就对阿公对下港来台北拍拼。伊个性足温顺的，我真罕伫看到伊在洗性地，伊甲规个家换甲真好势。照顾厝内的人嘛足上进。会记得细汉的时，我若破病，阿嬷规暝拢无得困，连咪用豆浆甲我思看有退烧无，连咪烦恼我敢有拍皮，连阮迄个正牌的阿母都对伊袂着。
一段嘛吼，我人读。大摊两段，因为我叫八段，基本上。哦。对，我叫八段。好，虽然阿嬷无读真济册，佮对视识教育佮不加用心。伊常常讲，少年人未晓想，食老都毋正样。所以，我拢有甲阿嬷的教示记伫心肝头。好，感谢啊。好，三年话你。我是阿嬷带大汉的，还是还有一段？啊，你要读第五段话吧？新段头。咱讲到阮阿嬷。无啊，阮拢读四段去啊。你第五段啦。阮规家伙仔斗阵食饭的时，桌顶若是有鸡腿，阿嬷定就会甲硬来我的碗里。听讲我还袂出世之前，这支鸡腿拢是阮阿爸的野哦。伊知影我上爱食空白甲偏食汤，偏食汤，见摆若去阿嬷遐，伊拢会传便当我。食饭的时，我感觉古怪，阿嬷的字拢无写在顶动，敢若坐伫我的边仔对我微啊笑，真笑。若亲像看到我食物件，伊毋免食饭，就饱嘟嘟啊。搁一段了，还是我看有人诶。好。你好，阮是咧读朗读稿。Jerry。我是刘匡俊。我是台湾人。有啥物指示咧？无，我是伫高雄长大的，我是出生在台北，成长在高雄。所以即摆人伫倒？敢有方便透露？英国，你美国啊？真好，真好。阮伫读。我爱台湾，真好。阮咧读的这个是我有搭咧确认，115年度全国语文竞赛的朗读文章，你若有兴趣，会使对咧参考看卖啊。阮读念的甲顶悬文章的迄种的对比安尼。我嘛有打手文伫下骹，敢要起来手文，会使验手。好，秀文，你若有兴趣，迄个志愿换你读后尾啊，5、6、7、8。开始啊！嘿，对。对阿爸母才开始不是讲阿爸母不是得真无闲，有搁好佳哉，阿嬷救援队会当出动，伊会带我去公骑脚踏车，陪我去文具店。买过当讲学校要用的物件，嘛常常我觉得已经会无法过我食。阿嬷就亲像阮阿母，我若是阿嬷生哪一个，伊的烦恼就总等伊上啊。我若欢喜，伊就对我笑；我若悲伤，伊就对我好。好，感谢啊！安尼有哪你读最后一段，17段就歹势。好，人讲少花莲盆，疼囝连孙。在我看来，阿嬷毋是疼囝连孙，因为伫伊的心目中，是早就敢若伊的查某囝共款咯。心目中，你知道那敢若有一个所在加一字是，我不知道听讲找无。你搁定读一解好啊？我伫这段甲第三段尔。人讲少花莲盆，疼囝连孙，在我看来，阿嬷毋是疼囝连孙，因为伫伊的心目中，我早就敢若伊的查某囝共款咯。好，以上就是迄个115年度的国小组朗读稿第3篇阿嬷的查某囝。好啊 ，Jerry， 你著罔听，我毋知你听偌济。啊，然后文本就是因为这算教育部的迄个文本嘛，
哦，所以秀文你若有看到，那么你若有兴趣嘛，使对咧读啊你，可能因为阮俊是讲，我听有啦，你听有吼，真好，多谢，无问题，好。啊，你若随时有想要甲大家分享，就免客气安尼，吼，麦克则开开安尼。多谢。好，毋知咱台顶嘅朋友听完台湾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你这个台湾语就赞啊，就有够赞的。对，够赞。每一个语言拢共款。够赞。每一个语言拢共款。就我伫美国吼，我伫美国人讲台湾上赞，唯有come to 台湾。啊，你伫美国台语讲我都讲啊遮尔好，真正赞。我伫洛杉矶啦。哦 ，LA 迄搭遐呢。LA 下个礼拜二那个沈博阳要来啊。哦。是他。对，今仔日伊有走去大稻埕啊。今日新品有走去大稻埕啊，对吧？你咧屈臣氏大药房里头啊，你。屈臣氏。赞诶，因就市场对面迄个屈臣氏哈。来，毋知咱台顶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咱拄仔读个即篇。好，因拄仔咱前几工有讲到迄个好家在即个词嘛，第一篇是尾啊第3段反正咱前几工啊，我就讲教育部的迄个好家在即个词，伊就是有3个算境外意思嘛，而且伊的句拢会后壁拢有一个出现一个无的迄个做啥复数还是连接词啊，所以变成讲对咱来讲即种家在好家在好地嘿，就水的啦，好家在啦，好家在就是好家在，家在是 almost 好家在。我的语感是敢若是毋是 lucky 哦？哦 lucky 啦，我 lucky。啊，所以境外意思就是家在好家在，啊，迄工既然讲一个好定嘛，吼啊，所以我嘛即两工，哎呀，迄个一出戏出，伫中头看的，我怎想袂？哦，意外的帮客吼，对吧？意外的室友，是毋是？意外室友，伊讲啥物？安桃园的议员陈美美是我的学姐啊。哦 ，OK， 好，迄首主题曲《我的意外室友》，迄个歌词内底，是国民党的啦，嘿啦，国民党。可能暂时咱伫遮就无咧讨论即个啦，吼，咱主要拢咧读即个朗读歌安尼。所以迄首歌伊的歌词就是有好的家在，我才想到，对啊。细汉的时阵，有听到一寡大人会讲好的家在，啊，当然迄个得到的得嘛，伊是 TIT， 也毋过有当阵啊，你 TIT 爱加字的时阵，爱加足出力的，所以我印象中我细汉时拢会变成 LIT， 好的家在，啊，所以遮有足侪人，尤其敢若听有华语的，敢若会晓写中文的。伊就会写好礼家在是即个原因来，我就对，就是安尼，就是好礼家在是安尼啦，啊实际上是好的家在，就是进公司当咧搬，我即个音效会使免做我紧吼。歹势，你讲啊足好诶啦，我免你种嘿，这好来，所以变成讲家在好家在好地。好的家在，伊讲志源所讲的，目前教育部即3个就是算境外意思，即是教育部伊家己当做迄个啥，伊记的咧，就是拢有一个无就对啊。啊，第一篇内底是无啦，就是好，毋过好家在有阿嬷救援队会当出动，伊就结束啊。伊就竟然是甲迄个好家在当做一个形容词尔。好，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拄则还未读到的，迄个我毋知 Jerry 还是 Jerry， 你有兴趣要读无？吼，你有兴趣读，要对你读是欢迎啦，吼。啊，反正至少你听有真好，罔听嘛 OK。啊，秀文
啊，有若拄啊读较少，看要加读挂无？秀文，你有啥物要甲大家分享无？还是啥物要直接来读？有无？对啊，玉林拄啊是读迄个头前对我第二段，吼。来，请讲，要直接读，吼，安尼是毋是拄则？因为我含玉林读头前，敢若时段就不哩啊长啦，吼，所以是毋是刷来有若互你先，志愿你先读两段，吼啊，有若你对你读两段了后，秀文你是毋是嘛读两段？啊 ，Jerry 我无确定你有要读无？吼，暂时按下。我会当试看卖啊的啦。好，你有看到文本吼？我有下载那个 Google 的那个 APP 啦。OK， 你若有看到文本，安尼你是咪安尼迄个啥？志愿读两段，第一段、第二段吼，有若第三段、第四段，秀文第五段、第六段，啊，Sunny 互你，真的啊，Jerry 互你读后尾段好无？你若有法度有对着？我试看卖，好，多谢。安尼，志愿你开始。阿嬷一世人上大有怀就是无生查某囝。啊 ，Jerry 你麦克先关卡，较袂干扰。歹势。无问题。阿嬷一世人上大的遗憾就是无生查某囝，虽然伊嘴里定定讲查甫查某拢共款，毋过我不时拢都听着伊甲我讲，恁阿爸真好命，饲恁三个查某囝。我是阿嬷带大汉，逐下进前拢咧读阿嬷幼稚园，阿嬷话讲袂认得，伊就教我讲台湾台语。所以认真讲起来，台湾台语是我头一个学着的语言。阿嬷甲我笑命命，伊读袂着，就甲甲朋友骗讲，即粒汤干仔是要请我食大肚饼的呢。阿母拢笑讲，袂输我才是阿嬷的查某囝。好，感谢。有哪你？若讲到阮阿嬷，伊做查某囡仔的时，就对阿公为下港来台北打拼。伊的个性足温顺的，我真罕得看到伊咧洗性地，伊毋若甲规个家活甲真好势，照顾厝内的人嘛足周至。会记得细汉的时，我若破病，阿嬷规暝拢无咧困，连伊用豆尖甲我询看有退烧无。连伊烦恼我敢有读批，连阮迄个正牌的阿母都对伊袂着。虽然阿嬷无读真济册，毋过对时势的教育阁不加用心。伊定定讲，少年若袂晓想，食老就毋成样。所以我拢有甲阿嬷的教示记伫心肝头。好，感谢。秀文，我，阮规家伙仔斗阵食饭的时，桌顶若是有鸡腿，阿嬷定着会硬来我的碗里。听讲我还袂出世进前，这支鸡腿拢是阮阿爸的囝哦。伊知影我上爱食空肉甲片丝汤，见摆若去阿嬷遐，伊拢会传便便等我。食饭的时，我感觉足古怪，迄是古怪。古怪的，我感觉足古怪的。阿嬷会伫拢无啥咧叮当，干那坐伫我的边仔，对我微微啊笑，吟吟笑。若亲像看着我食物件，伊免食饭就打嘟嘟啊。好，阿母继续，歹势继续。有时就真无用，毋过好佳在有阿嬷救援队会当出动，伊会带我去公园骑脚踏车。
陪我去文具店买过两工学校要用的物件，嘛定买我感觉迄间的互我粿，互我食。好，感谢啊。后来，迄个是 Jerry 还是 Sunny？ 歹势，我袂记起。Jerry 嘛来啊。来啊。阮读到115年度的第3篇。我来看卖。来 Jerry， 你有对着无？我无对着啦。你无对着。恁真正足厉害咧哦，我无多啦。好，无要紧，好，你会使用听，因为歹势。无问题，因为。好，等下。来，Sunny，通。阿嬷是阿嬷的查某囝。对，阿嬷的查某囝这篇，好。对。阿嬷就亲像阮阿母，我若是甲阿嬷塞奶一个，伊的烦恼就拢等去啥？我若欢喜，伊就对我笑；我若悲伤，伊就对我好。上尾一段，你要试看卖哇？小李讲伊伤看好啊。安尼我甲伊。歹势，你讲我足好诶，我伫哭啦。无要紧，来。我嘛是，我伫拢头，讲甲安尼拢闹甜，我嘛安尼。人讲小花连盆，疼囝连孙，在我看来，阿嬷毋是疼囝连孙，因为伫伊的心目中，我早就敢若伊的查某囝共款咯。好，这个陈雅金敢若嘛有写袂少作品吧？我印象中啊，因为我感觉当然这个名你要讲伊蔡市仔名嘛，毋是袂使。啊，毋过有当中啊，就是伫台语口仔内底，目前我所听到看到，可能差一组、2组的共名共姓。啊，毋过大部分拢有。就是名本来就是迄个人的独有的嘛吼，啊你要拄到共名共姓，无遐尼简单啦，尤其伫台语口仔内底，吼，所以陈雅金的作品，台湾，对，安那这是什么代志？我的名伫台湾是 number one 啦。啊 ，number one， 嘿。Only me 啦。迄个号名大概讲2个原则啦，吼，即个啥特别性嘛，啊，搁来就是什么戏剧性吼。也是容易敲锤性，就讲你要拍 Google 是毋是容易敲锤着安尼啦？嘿，好，真好。台湾是成林半天下嘛，对。好，来，毋知咱台顶的朋友读完这篇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伊讲到烤饼这个物件当然有足侪种讲法的啦。那总我理解是讲迄个物件，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你听，烤饼是啥？有人知无？应该是咧讲红豆饼啦。对。红豆饼、车轮饼、烤饼拢有啦。足侪种讲法的嘛，对啊。对。所以，一般咱会想到是红豆饼，可能较普遍啦。啊，嘛是有一大部分的人伊会讲做什么？车轮饼。所以一个外语言就讲嘛，别个语言我无法理解，毋知。但过台语就是无共的年龄层、无共的所在，吼，甚至无共的专业。因咧讲共种物件的时阵，有可能用无共的名称嘛。反正伫迄个领域内底，伫因迄个专业内底，因咧讲的 A 这个名词，因知影是啥。但过摕去外口讲的时阵，伊佫讲A 这个名词的时阵，外口人无一定随知。啊，另外迄边，也是另外迄可能等的人，因伫讲 A 这个物件时，伊可能出现 B 这个讲法，对无？台顶的朋友可能有捌听到过嘛？热天公园内底树仔尾会叫迄种虫拖是啥？对无？足侪种的嘛。迄天应该是有呐，甲我提示，我就到底总算讲甲我细汉所讲迄个音收入去啊。啊，所以有当到即种。物件就是，因为迄个音到底
伊嘛无讲是属阴谋，啊，毋过就是应该是我袂记当时反正最近修入去就对啊。所以其实到底伊就是一直爱对咱咧使用者的声音去，或者啥改进，还是跟对，我无确定。好，欢迎你总是迄个音有出现就对啊。好，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我想要分享一个，就是讲，咱之前拄仔讲到迄个好家在吼，你头拄仔嘛有讲到，志愿顶敢有讲到好点，我感觉吼，若伫即篇文章内底啊，伊李尾啊上来第3段迄个好家在，我感觉伊用好点的迄款的语气，比较敢若较顺口，较顺口吼。嘿，伊讲阿爸阿母不时就真无闲。个好家在有阿嬷救援队会当出对，会当出动。对。啊，你若讲用好点，阿爸阿母不时就真无闲，个好点有阿嬷救援队，就搁较活嘛。系啊。我嘛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讲，敢会是因为家在好家在是加足侪人讲，啊，搁足接讲的，啊，伊这是国小组的文章，啊，所以伊怎啊无采用好点？怎用好家在？我猜想啦，伊就讲，本正你要表达一个意思的时阵，差不多目前啦，准讲是人称代名词啦。你要表达一个意思的时阵，真罕的有迄种唯一，敢若一种讲法，敢若即种讲法无第二种啊，可能毋是无足少，我感觉足少的，对无？你讲。人称代名词，你要讲我家己，嘛几多种讲法嘛？啊，所以有当阵啊，进前摆有朋友可能是毋是因为台语能力无遐好，啊学中文、学中语学伤多，啥物做学伤多？就是咱廖准讲所有的一切，拢会有一个统一、一致、标准的答案。所以，伊竟然毋望所有的一切拢爱有一个一致、统一、标准的答案，啊，就倒啊！迄个，咱今年咧读迄个1984的小说。对啊，歹势。对，来，安娜交流有啥物想法？老师讲得就好呀，那我觉得好接近啊，考秀文啊，She passed away in 2 years ago。所以考秀文是你捌的晓，是安尼晓。Yeah, I cannot go back to Taiwan during the COVID-19. OK， 这。So I quiet. 这安心自在，好，安心自在。OK。我头像的字是我写的啦，我觉得。真实的对啊。我写我的名都伫遐啦，你会使看。你搁有写日文的刊啊？No, I know. I have 技术啦。所以你真厉害呢，你香港地冇语言呢。No, すみませんで。私は劉さんです。劉さん，好，欢迎你啦哈，欢迎。Erica，敢有要起来 ？Erica。欢迎。咱这篇我毋知咱台顶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迄句，伊即嘛用着至少一句啥物？少年也袂晓想，食老就毋成样安尼，所以即种定就是迄个啥，老大人还是士大人，伫咧苦劝少年啊，爱较会晓想安尼嘛吼。啊，这当然这篇文章我感觉，我个人感觉伊敢若，因为阿嬷无生三囝，真迄个啥怨叹，还是真。伊讲的遗憾，吼啊，最后讲，伫伊的心目中，我早就敢若伊的查某囝共款，就感觉孙就孙，查某囝其实最近读的有另外一篇文章，当然迄可能是5年、10年前迄种讲法嘛，啥物查某囝是阿爸的精髓精灵，我个人就感觉怪安尼吼，啊这孙就孙，当然有一句话是啥？当然，迄个4字我甲伊翻做台语是吼，甘糖啊人孙啦。吼，我超刚咧讲诶，因为
因为迄四字大部分拢是用中文中语去讲嘛，含饴弄孙，迄个饴是啥？就是糖啊。日本的迄字伊就是阿妹啊，迄个阿妹就是糖啊，就是糖啊的意思啊。糖甲糖啊个无共款嘛，所以含饴弄孙，我就袂瘾讲中国话，所以我就嘛要想着讲一句，拢嘛讲含糖啊人孙啊。这阿公阿嬷当然含糖啊人孙就好，伊何必着搁淡仔啥老歹命啊，搁淡仔落屎落尿，搁咧顾囡仔，迄是老爸老母的责任嘛。只是真正有可能就是烧火连盆，疼囝连孙，惊囡仔吼，爱搁拼事业，日时真辛苦啊，毋是搁哪，所以着阿嬷会做会到，还是阿公做会到着甲遐膝头翘起来。要毋过换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毋是我那嘛是另外一种听书啊？做啥？因中文爱讲是乱的序吼，还是乱的套？阿公阿嬷着负责含糖啊人孙，爽快，欢欢喜喜就好啊。何必着嘛咧讲你安怎教恁囝啊？袂使安尼教，袂使安尼教。所以有当阵迄嘛是算啥？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文化，伊无共个所在嘛。当然，台语有一句话讲啥？父母疼囝当流水嘛，对无？一直烦恼，烦恼袂煞嘛。囝像父母像尾风，这是一个结果啦。毋过，我著讲，进到20世纪，2026年，今年已经过超过一半，咱敢袂使有一寡较新的想法看法。当然，迄个较新的想法看法，甚至做法，毋是讲叫你今仔日困去，明仔载醒起来就讲完全含过去拢完全无共款的做法，迄嘛，你看半暝食西瓜反正哦，无可能安尼嘛。只是讲咱伫咧即个人世间，你有拄着一寡代志，是毋是会使有毋是足死决的做法啦？我意思是安尼啦。所以当然陈雅晶叫陈老师好啊。陈老师伊所写的文章讲阿嬷的查某囝是咧讲伊家己，袂输那伊的查某囝共款，伊阿嬷足笑的。所以即个物件当然是一种文章的铺排啦。这我那嘛是一种手路啦，嘛是一种手路啦。好，安尼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针对这篇，感觉有啥物想法看法？来 ，Jerry 先讲。歹势，我是有听过一种讲法，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伊出世的时候，伊妈妈都走起来，就落跑对啊，这阿嬷带倒来，对啊，这另外。所以伊爸爸嘛讲伊无爱这个囝，阿公阿嬷无法度都。只好捡起来饲，捡起来摇啦，系啊。所以伊嘛是感觉讲阿公阿嬷应该是哪伊的父母？对，是。这都真正亲像伊的父母，因为有当时阿公阿嬷会溜嘴，叫毋着。是，所以这真正就是。对啊，嘛是有啦，这都是听起来嘛真心酸。嘿啊，伊感谢小乐甲咱分享，伊一讲的时阵，我想，就是迄个瞬间心肝头，转一下安尼最近公司台语台有一做啥物阿雄含阿乱着，内底嘛敢有类似即种，明明是爱叫阿公迄个辈分，爱说毋知要创啥，怎讲啥物要惊啊，或者啥，怎改喙你知哦？最近的社会敢是拢安尼的，大家拍好病就对啊，拢病啊大安尼，本来是爱叫阿公的，大家降一级，还是讲 Q 我一级，才变叫阿爸安尼，怪我毋知影。台湾人对这种辈分这种足重视的，还真正重视。像我食的时阵，我有一届，就是让这人咧读册的时阵，就拄着一个查某囡仔，阮伫介绍你做朋友的时阵，甲讲因妈妈伫17、8岁时就生伊因当然无法度饲嘛，无法度养，怎因阿嬷怎甲捡起来饲，所以。系捡起来饲，捡起来饲伊变做是用领养的方式，所以就讲伊叫因阿嬷是叫妈妈的。我讲若安尼后来恁妈妈若转来，就讲恁妈妈就讲你的媳妇嘛吼，你媳妇若转来看恁阿嬷，本来是看因妈妈啦，因妈妈就是即摆的妈妈嘛吼，
去看伊妈妈的时阵，啊，你安那甲翕，啊，你讲，就是阮姊啊，就是叫名安尼嘿。啊，这嘛是真趣味的代志，就是讲，因为对因来讲诶，我领用你嘛，我领用你，甲我诶身份之间，就是我就是你。是啊是啊。有诶人嘛是讲啊，我领用，啊，毋过我是用阿公诶身份甲你领用，啊，我毋是用 anyway， 就是这种嘿。啊，所以因是美国人。嘿嘿是。啊，所以外国人嘿。当然，这个部分我的猜想是在遐可能拢用叫名，就较袂直接，遐尼注重讲 mother、grandmother 这个概念嘛，对无？啊，其实你讲遐名哦，其实囡仔较细汉时阵喊你去叫名。哦，是啦是啦。所以讲因阿嬷嘿，因阿嬷伊就是叫妈妈的，就是叫妈妈的。所以当然，个另外一个讲法是，伊讲要请用一个囡仔是爱规砖头的力量去请嘛。所以尤其目前咱的台语这种，咱的本土语言已经要死啊！啊，所以真正就是，你要互一个囡仔自细汉就伫这个台语的环境，你敢若靠一个家庭是做袂到的。现主是单头单尾，因就讲嘛，一家3000至1万的台语家庭尔，你感觉足多无？无呢。2325万人是现主是700万至900万户啦，搁一届2325万人是700万至900万户，啊，才1万户台语家庭。文化部伫咧去年当时开始，伊有开经费落预算，讲5万会使增加到4万户的台语家庭。哦，即摆已经到袂，我袂记。啊，当然客语是早就有这个数字啊。啊，当然啦，这个数字是要创啥？重点是你敢有把这个语言提出来用嘛？啊，所以我就讲，咱有材料讲台语的人，敢是把台语正做咱优先使用的语言。遐个台语家庭的囡仔，我已经有当初我有感受着讲，遐个囡仔准讲真努力、真拼死，配合厝里的人讲台语。去到外口嘛咧讲台语，也毋过莫讲囡仔，连大人伫咧讲台语的时阵嘛是会拄着一寡无礼貌的，或者是有敌意的，对无？今年新历正月的时阵，因咧办公厅会，王义川伫咧讲台语的，就一箍假中国人，我也无想要讲伊的名，迄箍假中国人直接就敢若贼仔咧，敢若啥？敢若熟辣嘞，就在边仔讲，请说国语好不好？请说国语好不好？迄种口气，迄种态度，我感觉就是熟辣啦。伊那无爱直接跳起来，请你说国语，伊唔敢啦。所以敢会使敢若熟辣在边仔讲碎碎声，讲互大家拢听着讲，请说国语好不好？王义川嘛怎听着咱讲？什么时代啊，阁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一直到咱2026年的现主时，台湾阁受中语、中国寡妇、左寡妇、华民、右寡妇国伫咧10年嘛。咱要讲台语，连大人就拄到这种状况。你讲囡仔，已经嘛有听到几多个囡仔，伊怎有一天？等去处理了，就甲处理讲，我再也不要说台语了。你无都想象伊伫外口拄有啥物状况啦？啊，所以咱有材料讲台语的大人，是毋是爱更加勇敢，甲台语成做咱优先使用的语言？啊，中语啥物时阵用？我即摆设定是啥？当然我也无一定，我都100%做到即个状况，啥物状况？除非迄是一个外国人。伊还未来台湾进前，伫因的国家，敢若学着中语，当然甲伊的英语嘛，或者是伊有一个母语嘛，所以就是2种是3种语言嘛。所以伊来到台湾了后，伊唯一会晓讲咱即个所在的语言，就敢若中语尔嘛。啊，若准讲是安尼，我个人 ，I would like to speak English rather than Mandarin. 因为 Mandarin is killing everything that makes Taiwan Taiwan.
所以恁爸就袂用讲中语啦。啊，毋过我就讲我无像迄个米芳话讲酒泉这人我讲中语，这我是无法度啦吼。歹势啦，讲一个伤风气啦。反正资源歹势，毋知有啥物拄则要甲大家分享的，咱再来头一篇。有啊，就是头我听到你咧讲迄个新闻，我嘛捌看过，我东华万年成功迄倒啊，我要讲别个，就是头拄我讲到啥物少年不要想听人加油，有一个词咱大家较捌听过，就是后生气。后生气。我讲一下例句啊，就是你最近咧看其他青春的后生气带较重，这较是一定话咯，我捌听过。加较青春后生气带较重，真的哦，这个我毋捌听过。后生气，因坦白讲，以我来讲，高中进前有材料讲的台语，就是足基本的日常，种的日常对话，可能就是干若要用 A2， 极假要 B1， 佫无一定有，就是A 更是极假是入门嘛，啊若 A2 就是初级嘛，啊到 B 更的时阵就是中级 B1 嘛。高中进前对我来讲，可能我的台语能力嘛是极假是甲 B1 尔。你刚咧讲嘛，咱单学单尾所有人的台语能力平均来讲，对无 ？C2 到无发出来证书，可能无到100张，有啦，加100通张啊，应该是无，绝对无超过150张啦。即安尼几年啊？可能20年吧，无到150张啦。因为每一种敢1张2张，甚至嘛，不论是无人专业级的。好啊，所以台语的能力，这其实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啊，有足侪字词教典内底所收的字数，也是1650字，我袂记下，对吧？啊，毋过咱日常生活咧讲的，无可能只系字数尔嘛。啊，每一字伫咧教典内底，伊拢有一个对应一个号码，所以有人讲，你会使伫教典内底算命，就是甲迄个对照迄个数字啊，你去设想一个数字，还是4字数字，啊，看伊会使有你啥物字，还是你甲你的生日嘛，你的生日一般会使变做4字嘛，啊，你甲伊4字数字搭入去，看伊互你啥物字词，当做你今仔日要出门的一个参考，做算命呢。所以遐个字词其实算少，啊，当然已经会使应付咱日常可能我咧看7、8成，你讲要到8、9成，可能我感觉有困难。啊，毋过对一个要学台语的人，其实我是感觉有够啊。啊，当然，足侪物件毋是伫咧教典。毋是咧书店内底才学会着，一定是你咧日常生活当中嘛。你学一个语言，你要摕出来讲嘛。啊，敢若是要摕出来讲，你是毋是3个机会就摕出来讲？应该是安尼嘛，对无？所以感谢志源甲咱讲的即个，真有甲即个后生气，即个我是今仔日头家听着，好，感谢你甲咱分享后生气。安尼，爱读后一篇有无？我想要分享一个啊，志源伊讲的即个后生气，吼，就是。后生气，后生，因拢是安怎讲后生啦，后生即个词吧，伫咱较早咱的迄个顶过人因的生活语言内底，因的运用是有的。比如讲吼，我较常听到就是讲，你这后生人嘛，无安尼，就是讲这后生人讲安尼啦，什么意思？就是讲你这少年人。少年人做代志，就是讲爱较有杂困的，就是伊最少要讲你哪会安尼，你哪人做代志了想安尼，类似安尼意思啦。我咧想是毋是志源伊要分享，就是讲即个后生气，就是咧互人感觉讲，你就是真有迄款的少年人迄种的气口，迄种的感觉安尼，就表示讲，你愈来愈少年迄个型，唔知是毋是安尼意思？即个后生是毋是甲刻意的迄个形？就是有可能哦。Sarah， 我爱你。对啊。Sarah， 我爱你。Sure。有掠着你想要表达迄个意思安尼。好 ，Sarah， 你既然安尼讲，我就要甲你请教讲，因为台湾人的后生嘛，也有一种阮囝儿的这意思嘛，是讲恁后生安怎呢？吼，所以讲踮刻意内底嘛是安尼用法，是不是？就是刻意内底后生是少年人，后生后壁出世的，或者是较少年的对啊。
因写法嘛是后生迄两字汉字安尼写。哦，啊，毋过伊就是迄个伊的囝，吼，还是伊的囝是叫来儿，来儿 ，OK， 来儿是上上啊，后生是 the 就 youth 是少年人， young people 养 young people，后进，晚辈后进，后生可畏。差不多，我就是要讲后生可畏。对，明白明白。真好真好，大家拢是德语能力的安尼，所以在过去，中国语还未来台湾进前，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德语的环境啊嘛。啊，伊迄种20世纪的想法就是讲，爱有单语照到国家进步嘛。啊，毋过实际上，我这两天发觉台语台其实伊伫杀迄讲台语的时阵，已经创作迄语境已经足济，因为伊嘛是因台语台嘛是拢伫讲台语的，almost 啦。啊，你就会互伊牵走。你讲的公益台讲台语是讲伊的工作人员，毋是咧镜头进前。工作人员，哦毋过你嘛是会感觉着讲有一寡人是你就会无直觉互伊牵去，啊无毋过有一寡人是你感觉讲，伊是讲甲足刻意，哦，挑工讲的。就是足挑工足爱讲甲足大声啊是对。啊是讲啊足出力。我就是较无爱迄种感觉。也毋过伫你无够熟的时阵，就是有即种开口会走出来啊。就伊可能就是伤挑工，无像一般人安尼，就是讲较顺顺。就是阮安尼讨论拢讲较顺顺，若讲到袂，对，你若是讲到袂认得嘛，是袂感觉讲啊，你是安怎讲甲遐歹，搁要讲台语安尼。啊是你讲现场有可能拢是用中语伫咧讨论，爱向着硬要用一句台语。无，因拢用台语。拢用台语咧讨论。我会互因牵去。哦。对，因为我就是较毋捌面，拢叫袂出来，已经看过啊，但是我拢叫袂出来。啊，伊就喊我的名，我讲你哪会知我的名？伊讲啊，我落过啥物啊，我就讲对吼。所以。我就会记讲迄阵我就是互伊牵去，因为安尼甲我抬杠。所以我就讲，语言就是要摕出来用嘛。啊，当然。最近这几个日，伫一寡活动，或者是讲，反正就是会使交换超过3-5句以上的。啊，听到遐个人，当然遐个人对我来讲拢是相对少年的啦，吼。就讲遐个相对少年的，伊咧讲的台语就是会变成迄讲像讲的，拢会两字安尼讲，啊两字安尼讲的时阵，伊就会变成足出力的，啊。对，迄其实因为台语一个声调语言，你足出来迄调就走去。啊，毋过是啦，我是会使知你咧讲啥。啊，我心肝是，你嘛真辛苦安尼，就是爱强迫家己来甲即个语言摕出来讲。啊，我感觉这，我真正爱食讲。对，就是一定爱食讲。啊，当然我感觉，其实我感觉应该是伫头前半年、一年，应该是爱接听坐过接讲，因为讲是你咧 output 无毋对，毋过有当阵啊，你若伫一开始讲了比你听佫较济，啊，你颠倒无学习着，对啊，你一定是 input output 的嘛，啊。我就讲嘛，囡仔2岁了后开始甲老爸老母应嘴应舌，是因为头前2岁甚至你腹肚底拢 input 啊，对无？啊，毋过即马对30-40岁甚至20-30岁以下的遮个人来讲，台语真正对来讲是外国话，啊，外国话伊
有诶真正有诶人是真正足爱电诶，也是足兴趣诶。吼啊，迄个兴趣佫无法度足顺诶，嘛无法度真正家己想要表达诶，表达7、8成，伊可能讲到表达2、3成，加加3、4成，无超过一半。就讲伊心肝底有想要讲诶话有10句，也是10个意思，要毋过伊讲到讲出来5成5句。啊，伊足辛苦，咱嘛足艰苦。伊定定说，你到底要讲啥？尤其讲种真啊急性诶人，你使讲较紧诶无？讲袂出来啊！啊，所以其实任何语言拢相款。你伫头前，可能头前500点钟诶时阵，你是爱 input 较侪，啊 output 较少。当然你若安怎讲？有一个外国人，伊捌分享讲 how to learn a language in 6 months。要安怎伫6个月以内就学晓一个语言？伊用英语和中语去分享这个主题。头尾安尼讲差不多应该2点钟至3点钟。其中一个概念就是讲，你当咧学的时阵，当然先爱有一寡关键字词啦，咁连接词啦、指示词、主词加，甚至安怎问句嘛，对吧？迄阵咱咧学外语的时阵，为什么有 W 一个 H 迄种物件？学英语的时阵有即种啊？啊，其实啥物语言拢相款嘛，这是啥？迄要安怎讲？啊，倒位啥？就种疑问词拢共款的嘛，啊，连接词嘛，啊，然后伊就讲你重点是咧进伫即种环境内底，所以前几年就有种 emergent 的即个概念嘛，啊，结果 emergent 伊目前反正中语敢是啥沉浸式嘛，啊，所以即种概念到台语的时阵嘛，有人讲，要安怎翻译？要毋过随有人讲，啊，你若能力还无够的时阵，你真正要用沉浸式，怎沉落去，浸死伫咧内底。所以当然每一个语言学习的迄个手路方式拢无一定较相款，要毋过我要讲的是，听讲读写本件就是爱同齐做。啊，当然伫咱即搭遮即个所在，我就讲较针对讲和读嘛。读你看过了，你要有材料念会出来嘛。准讲你第一届看无，尤其你若是会晓讲的人，你听人读过了后，迄就是 input 嘛。啊 ，input 有的字你记会起来真好，记袂起来嘛无要紧啊。因为本件就毋是你随听起随知影的啊，无遐尼侪天才啦，大部分拢嘛是爱靠时间去学习的啊，应该是安尼。我毋知咱台顶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后壁这边以前在按下，伊后壁这边以前汤生丸啦吼啊，迄个阿嬤的查某囝内底一个汤柑仔啦，啊，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会理解安怎？汤生丸甲汤柑仔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所在？还是汤柑仔即个名词对各位朋友来讲是有其他印象是啥无？还是安怎？他讲感冒，我就想讲，我细汉时大概听好像叫那种糖感冒，想讲啊，明明就是糖啥，有找一个感冒出来，感冒做了。对啊，细汉时讲，什么是感冒？咱想一定有感冒，感冒是倒有？我毋知影是含咧喙内底的糖，对啊，所以就讲每一人迄个啥，伊迄个联想力的方向是无共款。所以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听过囡仔咧学语言的时阵，伊迄种组织的时阵啊，吼，就会组织出咱从来捌想到过迄种组织法、组合法，对无？即字到迄字啥啦啥？啊，这当然就是我就讲啊，不管有啥物语言，拢会有的状况嘛。啊，千万毋通惊讲毋对，无爱讲。啊，当然会晓讲的咱。嘛，毋通遐尼简单，遐尼凊彩着直接讲碰讲，啊！你这讲毋对，讲毋对，讲啊！你咱人莫讲安那。啊，甚至换一个人来讲，准讲有人安尼甲你讲啦吼，你讲啊！你莫讲好啊，你插伊。我就讲吼，迄个啥，最近一个讲法就是，你若无介意听吼，拢甲当做啥物咧背啊，自动甲伊忽略去啊，插伊啊！你是要练习，还是你要练到手嘛？
所以迄句话佫提出来讲嘛，毋免真熬才开始啊，爱情开始才会变熬啊。总是咱一定拢有迄落无够熬的时阵啊。啊，当然，你讲伫厝里，你家己安尼念，迄种念法，哦，当然一个讲的啥，讲一个啥物话？吼，有一句咧讲，啊，细念总是会晓吧？就讲你迄个语言，你的目标语言，即摆咱讲当然是台语嘛，吼，啊，你就伫你的头壳内底细念，用台语细念，啊，你一定会想这边事要安讲？即摆工具足侪去查字词典啊，当然即摆是，你要等互伊一句中语，叫伊帮你翻台语，可能是廖文虎教授因迄个语音学生勉强做会到吧？啊，当然，我都有遐尼准啊。就准讲 Google 的翻译，你讲中语安怎翻做英语，英语翻做安怎翻做台语，英语安怎翻做中语，伊做会到，可能目前嘛是差不多8、9成，95%的正确无吧，嘛是有5%甚至1成无遐准，啊台语佫较免讲，所以我会感觉咱是会使安怎讲，input output 拢有咧做嘛。叫 Carol 来啊，阮拄则是读第3篇啦吼，啊讨论就会伤侪，佫停留伫咧遮尔。毋知咱台顶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迄个毋正样啦吼，我是去年开始才真正甲迄个纸本的字词典摕到手嘛。台文典嘛吼，我手头是一本日本人编的，啊一本张荣教授编的迄嘛吼。伊甲迄毋正即个词后壁倒的字，吼，我毋知各位朋友捌听过，应该你也就听过吧？毋正厚，即个毋正厚，我就讲即个毋正厚是明贬暗褒，表面上是那个屁想，即个毋正厚，啊实际上佫遮尔厚。哦，即个毋正厚，竟然遮尔厚，乌敢若底豆油看袂出来安尼。吼，啊，当然，迄个毋正啥，毋正米，毋正钱，毋正人啥，迄就是讲看你伫咧讲像咧讲嘛。若是你提出来，这个毋正米啦，就安怎真客气嘛。这毋正钱，伊你请人客，你请伊食饭嘛，伊讲你这对我真好咧，对安尼。所以我就讲，一寡事是看相讲的，咧讲相，就会决定。也是讲，就用迄句是真做咧讲屁想，也是家己的自谦词。啊，当然遮少年袂晓想食老毋正样，这当然是大部分都是士大人伫咧讲的时势听的嘛。少年人爱想较远的啦，人生后壁路佫足长的啦，毋好现做是着安怎呢？啊，就讲出一句，少年也袂晓想食老着毋正样，所以这。咱甲食听着拢是毋正样啦，当然你要讲毋正款、毋正人，甚至毋正啥，迄可能就是看你安怎去做迄个事嘛。所以这真正就是那要摕一篇文章，你豆啊读，慢慢读，甚至你去查字词典，我感觉我咧学日语嘛，英语可能嘛是差不多是安尼，台语佫较免讲，咱有十条讲，抑毋过有一寡字词，你若无够熟。你就敢若听有尔，要叫你写，甚至要叫你讲，你无一定讲会出来。伊迄个词伫你头壳内底无正落，无正调的啦。你就敢听我知使性地我知毋正米，毋正人，我知。不过你真要讲的时阵，无一定有法度随讲出来，可能要搁经过一个练习，还是一个机会吧。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时间差不多咧，也是咱拄只拢读一段两段诶，有人要读较长一寡无？有无人要试无？准备要压尾啊？你讲迄篇吗？对，第3篇，也是 Cheryl 甲 Carol， 你会使讲读一半。我看嘛哦。1、2、3、4、5、6、7，对，8段嘛，讲读一半。咱就甲压尾。我出来去啊。Carol 你有对着，阮是拄则听咧第3篇啦，阮的第4篇未读。第3篇。
阿嬷的查某囝。阿嬷这世人上大遗憾，都是无生查某囝。虽然伊嘴内常常讲查某拢共款，不过我不时就听到伊甲阿母讲，因阿爸真好命，是恁3个查某囝。我是阿嬷带大汉的，6岁进前拢咧读阿嬷幼稚园。阿嬷华语讲袂认得，伊就教我讲台湾台语。所以认真讲起来，台湾台语是我头一个学着有嘅。阿嬷甲我惜命命，伊较袂着，就甲朋友评讲，这粒汤羹仔是要请我食大饼的呢。阿母拢笑讲，袂输我才是阿嬷的查某囝。若讲着阮阿嬷，伊做查某囝的事，这是查某囡仔。伊做查某囡仔的事，就对阿公对下工来台北拍拼。伊个个性就温顺的，伊若甲规个家看甲真好势，照顾厝内的人嘛少周记，规暝拢无咧困，连面用豆浆有袂着。好，我人读好啊，我爱读完吗？我爱读一段吗？你个你个读一段吼。我说，虽然阿嬷无读真侪册，不过对时势教育搁不只啊用心。伊常常讲，少年若袂晓想，食老都毋正样。所以我拢有甲阿嬷的教示记伫心肝头。好，这段的。聚会啊，斗阵食饭的时，桌顶若是有鸡腿，阿嬷定着会甲拿来碗里。听讲我也未出世之前，这支鸡腿拢是阮阿爸的腰。伊知影我上爱食炕肉甲扁食汤，近摆若去阿嬷遐，伊拢会传便等我。食饭的时，我感觉就古怪。阿嬷会伫拢无啥咧叮当，敢若坐伫我的边仔，对我微微啊笑，金上。若亲像看到我食物件，伊毋免食饭就饱嘟嘟啊。阿爸阿母拄时就真无闲，毋过好佳在有阿嬷救援队会当出动，伊会带我去公园骑脚踏车，陪我去文具店买过顿工学校要用的物件，嘛定买发工啊、迄间的裤仔粿。互我食，阿嬷就亲像阮阿母，我若是甲阿嬷屎奶一个，伊的烦恼就拢当你上啊。我若欢喜，伊就对我笑；我若悲伤，伊就对我吼。人讲笑花莲盆，疼囝宁孙，在我看来，阿嬷毋是疼囝宁孙，因为伫伊的心目中。我早就敢若伊的查某囝共款咯。哦，真好。对正小落读的迄个尾啊，毋是尾，倒手边迄个算第3、第4段嘛。第4段、第3段有一个，拢有甲阿嬷的教是拢嘛，对无？吼，啊，佮顶一段，正牌阿母就对伊袂着。当然，刀甲拢这两个字，伫大部分的语境拢会使对换，也毋过刀甲拢。有一寡语义上的真差，只是我可能嘛，我感觉是会用多较侪款吧。
啊，这两字当然会使替换。连迄个正牌阿母拢对伊袂着，都对伊袂着，这都会当外头弄。啊，毋过后一句迄，我拢有甲阿嬷的教师记伫心肝头，这弄。若要改做道，可能无适合换做道对。第一即个只，所以我拢有甲阿嬷的教师记伫心肝头。你若改做道，是敢若有一个语境还袂结束，后壁可能佫加一句话，你才会讲，我都甲阿嬷的教师记伫心肝头啊，我都有甲囥咧心肝头啊，结果煞安怎？所以这一定是弄。抑过顶悬，连正牌阿母都对伊袂着。连正牌阿母拢对伊袂着，即搭只是安尼意思，我感觉是共款的。所以对咱大部分人来讲，也是讲较大部分的语境是多含拢是共款，抑毋过就是有淡薄仔争差。啊，只是有当中就讲迄个思辨是拢会弄较直接出现。我就发觉着有一寡朋友会自动甲迄个道换做弄，较罕呢看着弄会甲伊换做道。较罕的，我毋敢讲无，啊，总是即两字有伊有共同的意思，会使替换，啊，嘛有一寡意思的争差，你可能无适合切换，无适合安尼换啦，无适合安尼换，这是即两字算台语的迄个争差吧，因为即两字若换做中语，可能佫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好，这咱可能咱就中语无伫遮讨论啦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无？安尼，随便读一篇啦吼，主要反正就是用台语来分享交流安尼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读的即个115年度国小组的朗读稿就暂时先读到遮。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嘛感谢台下的朋友听我咧顶悬网读网分享网交流。迄个卡零零才做回来读，今日按下，安尼今日读到这，感谢谢谢，拜拜，再会。感谢各位，再会。拜拜。